美国职棒大联盟 MLB 密尔瓦基酿酒人强打叶利奇在今天比赛的首局就开轰，这让他成为自开幕战起连4战都挥出全垒打的史上第6人，他并挥出再见安率队赢球。27岁的外野手叶利奇 Christian Yelich 是去年国家联盟 NL 年度最有价值球员 MVP， 今天将胜路易红雀右投瓦查 Michael Wacha 的快速球轰出右外野全垒打大墙，让酿酒人在一局下取得1比0领先。叶利奇这支124公尺打上第2层看台的全垒打，让他在大联盟历史留名。过去在球队开幕战起连4战开轰的球员，包括1971年旧金山巨人的梅斯 Willie Mays、1998年红雀的麦奎尔 Mark McGwire、2011年德州游骑兵的克鲁斯 Nelson Cruz、2013年巴尔的摩金鹰戴维斯 Chris Davis、2016年科罗拉多洛基的史托瑞 Trevor Story。叶利奇今天成为完成这个创举的史上第6人。叶利奇生涯前5季在迈阿密马林鱼，去年加入酿酒人，除拿下国联打击王，还助球队在2011年后首度打进季后赛。叶利奇除了写下纪录，也成为球队赢球功臣。今天比赛的9局下半，酿酒人以3比4落后，甘莫 Ben Gamel 敲出2垒安打，肯恩 Lorenzo Cain 击出内野安打，叶利奇瞄准对手101英里约163公里的来球，一棒挥成左外野2垒安打，送回垒上2名跑者，也让酿酒人靠这支再见安打，以5比4击败红雀。酿酒人伯尼斯 Corbin Burns，2018年担任牛棚投手出赛30场后，迎来生涯首次先发。他今天投5局，虽送出12次三振，仅1次保送，但被敲出3支全垒打在内的6支安打，丢掉4分都是自责分，因此无缘胜投。红雀瓦查今天先发投6局，送出7次三振，4次保送，被击出4支安打，只因为叶利奇的全垒打丢掉1分，表现精彩，可惜无缘胜利。